作风车文教基金会对2006年启动儿童艺术工程计划，这18年来上山下海，台湾世界走找互咧搬戏互囡仔看。不过，这剧团的创办人李英峰就表示讲，这新冠疫情含仓库、稻火烧等等，这风风雨雨呢，互这作风车经营甲真辛苦。今年因是邀请企业家陈进财来接当市长，希望运用伊的管理经验，互作风车会当永续经营落去。为着要互囡仔接触艺术，作风车剧团启动儿童艺术工程计划，自2006年开始，伫台湾各地搬戏互囡仔看。作风车文教基金会的前董事长李婉，因为入阁去做文化部长，即马当市长是由长期赞助作风车的陈进财接任，伊是作风车30多年来头一个有企业头家背景的董事长。忘掉了原来内化心里面我们思想里面最重要的元素，就是价值观。那就社会就会出大乱，那你再怎么进步，反而是一个祸害。所以我觉得纸风车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最基础巩固这个我们人类文明延续的一件事情，所以算是小事情，但是却是一个伟大的工程。另外，创办人李英峰表示，这几年新冠疫情、仓库火烧等等，对作风车造成真大冲击。尤其过来31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10月要启动第3轮的计划，希望借用陈进财的管理经验，让作风车通永续经营。台湾是一个足良善、个强大的一个，我们是多元族群，但是足多。那一个如此强大跟良善的国家，他接下来要做的东西是对文明上的一种妄想，一种说。那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，他要比现在更有竞争力。他就必须要，我们一定要让我们下一代对文明文化这个东西有所感染。针对儿童艺术工程，陈进财认为科技愈进步，文化工程电动愈爱做，透过艺术，让囡仔希望和创意启发，这拢是台湾伫世界维持竞争力的关键。伊嘛表示，除了搬戏互囡仔看，未来也会考虑加互企业家人士接触艺术表演，互愈侪人认同作风车的理念，共同来响应。儿童艺术工程，不怕。记者卢尚珠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